早晨啊，咁多位，我係 Neil。你有冇諗過，當你滿心期待去醫院尋求幫助嘅時候，可能會遇到人生最大嘅一個噩夢？最近港大深圳醫院呢就發生咗一宗誤診事件，病人因為被誤診患癌，慘遭切除器官。事後報告呢就顯示根本冇呢回事，係話病人身體完全冇問題，冇 cancer。咁睇到呢度，你有冇覺得心寒呢？坦白講，喺大灣區生活，我哋好多人都會選擇呢類標榜港式管理嘅醫院，貪佢信譽好啦，設備先進呢。但係今次事件係咪令你開始懷疑所謂嘅權威係咪真係100%靠得住？如果呢件事發生喺你或者屋企人身上，你哋又會點樣應對呢？其實醫療體系進步係事實，無論係硬件設備定係人才交流，內地醫療進步大家都有目共睹嘅。但係技術再先進都好，都取代唔到審慎兩個字啊！作為病人，我哋係咪習慣咗啲醫護人員講乜，我哋就信乜？面對啲重大嘅手術，你有冇勇氣問多一句：醫生，呢個診斷係咪最終嘅確認，或者要求攞第二個意見呢？醫療呢就唔係冷冰冰嘅數據，而係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安全。我哋唔需要過度恐慌，但必須建立一個健康主權嘅意識。今次事件唔單止係醫院嘅一堂課，亦係我哋每一位市民嘅一堂課。咁多朋友，你哋喺大陸又或者香港就醫嘅過程，有冇試過對啲診斷感到懷疑？咁你當時又係點樣處置嘅呢？歡迎留言區話我知，一齊交流點樣幫自己把握好呢度健康嘅防線呢？我係 Neil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